台语文千万字，逐工要甲大家做伙来摆一日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做伙来看到这个读做庙。这个读庙是背音，庙的意思就是照原来根本的形学咧写、学咧画。像讲看到图真水，咱会当描一张起来。假使讲若是用半汤羹的纸放伫顶面，照看会到的云来画，咱嘛讲庙字本身嘛有写或者是画的意思。这日文音读做庙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咱看到读做描述。描述的意思代表讲形容，去讲一件代志，或者是去讲一个人的状况。第二个词读做扫描，会当讲是真紧咱甲看过、了过，或者是讲电子设备去检查资料、检查图，或者是文字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伊固定时间拢会去病院健康检查，短暂扫描健康报告出来，规身躯的状况拢描述甲清清楚楚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庙，这是病因。另外，文音读做苗，提供予大家参考。